女大学生的命案，嘛来逼出着警方假案的问题。因为1个月前，台南另外一个女大学生嘛来报案，但是警方无受理，嘛无开3连单。外界认为这甲警界避案的文化有关系。咱好问到退休的资深的刑警，讲其实警界假案是当年的恶习，因为只要案件变成重大的刑案，远警都有压力，所以才会大事化小事。因为破案率影响的，唔那是警察局的绩效，嘛牵涉到当地治安甲城市满意度的评比，所以政府首长甲高阶的警官拢真要紧这个数字。即摆案件发生了后，警政署长陈家钦真生气，检讨现行的校园安全的机制，嘛来讲出着重话。下摆若搁假案稳状无报，分局长做伙落台。如果长官永远在意他的所谓的治安这个满意度，没有关系啊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嘛。到底警察界几年来假案的文化是安怎传落来？原来一切跟主管有关系。你的辖区不要再发生了哦，我没有叫你吃案了，但是底下的人是会揣摩上意，糟糕，我们是不是报了太多了？退休刑警讲，只要比例管重大刑案，都要逐工开专案会议，破案嘛有时效性，才会有人想要大事化小事。即摆台南女大学生捌有报案未受理，无开3连单，应该嘛甲警界避案的文化有关系。他可能的初衷也是想，先属属性啊。如果也许这个时间过了没啥事的时候，我这个案子就可以不报。他来报案就是报案啦，不要用备案的这种方式，没有开3连单。所以前面的这一部分，的确是有一些瑕疵的话，该惩处就惩处。因为破案率唔那是警察局的绩效，嘛牵涉到当地治安、城市满意度的评比。当然，政府的首长、高阶警官拢真重视数字。即马警政署长讲重话，讲若搁假案，分局长换人，因为不应该执着伫数字，而是要赶紧补救。为分局所长到基层的员警，拢应该认真听报案民众的心声，针对治安的热点加强巡逻，才有避免悲剧搁发生。